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车头的上店街冷清清，所有店头铁门拢拉落来，关门停业。甲台北捷运公司所经营的台北中山的地下街比起来，是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差天甲地。咱台北的地下街是滚滚滚滚呛呛，啊，高雄捷运公司讲，迄是因为目前因要换新的统包业者，按算年底就会重新来开幕。第九台北车头中山地下街人真多，有册店、毛餐厅，不加热烈。不过来到高雄，来到高雄车站，一目眼帘的就是商店街，不过大门深锁，都没有营业。高雄车头地下3楼本前日本品牌的咖啡厅全部搬走，地下2楼嘛是同款，美妆店、餐厅嘛拢无去啊，规个变较真稀微。就是车站里面啊，就是没有吃的东西嘛，就是可能只有便利商店这样。对啊，我真的很少去那边呢，就是我是很不常经过。所以，过来到结婚美丽岛站，17间店面进驻，就算是平常时啊，嘛是有民众来遮踅。边个店家嘛讲，人客真正足多。遇到蛮多像可能法国来的，然后可能美国的返乡客，或者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大概至少2倍左右。对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。来比台北高雄车站的地下街，北捷公司营运的中山地下街有92间厂商进驻。啊，高雄车站为以在6间厂商，即嘛关于了，捷运公司就来做回应。美丽岛的成功经验要复制到我们的高雄车站书店，或者是你的是餐饮区装潢跟一些管线的配置是需要重新施工的。高雄火车站的部分，我们是以连锁品牌还有 ACG 3C 的定位为主，那它会是南台湾第一个以 ACG 主题做商场的一个商场。高捷公司讲，规个高雄车站已经开始伫咧定动工，已经年底就开幕。啊，一日机商场拢总有3000平左右，到时阵规模地变大，欢喜地当好好来经营这只金鸡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